大家好，唔知大家有冇覺得中區路又窄，人又多，視障人士好難去到呢？呢條短片會介紹中區一啲適合視障人士遊覽嘅路線，以及點樣前往嘅方法。我哋嚟緊就會介紹點樣喺港鐵香港站前往大館同埋中環街市啦。第一站我哋會由香港站出發往大館。如果大家喺香港站出發，我哋就要喺 E 出口出閘。出閘後一直向前行，之後轉左會有扶手電梯，扶手電梯有平排3條，請留意邊條係上行方向。上一條扶手電梯後，右轉前往少少，再右轉會到第二條扶手電梯。上咗第二條扶手電梯就會到達國際金融中心1期。轉向左邊，一路靠右邊牆前行，右手邊會經過一啲門口、走廊，再有2道玻璃門，唔好出去。一路行至去到一條微微下斜嘅斜坡，落到斜坡盡頭，推開玻璃門就到達中環嘅行人天橋。我哋喺行人天橋向2點鐘方向前行，就可以經過天橋過馬路。走上10級樓梯就到達恒生銀行總行，繼續向前直行，穿過恒生銀行，行上6級樓梯就會到達我哋中環街市嘅2樓。繼續直行就係歷史悠久嘅水磨石樓梯，而往2點鐘方向行就可以到兩邊嘅長廊集市啦。入面設置咗本地特色嘅好多紀念品店同埋小食。行到盡頭，10點鐘方向推開玻璃門有升降梯，而1點鐘方向前行就可以到連接住大館嘅天橋。呢個位置嘅左手邊設置咗一個摸讀嘅平面圖，可以標示咗中環街市嘅設備位置。中環街市於1939年落成，係香港少數喺戰前落成嘅室內街市，係3級歷史建築。2020年，中環街市完成咗活化工程。要參觀中環街市，我哋可以用升降梯，亦或者可以用水磨石樓梯，感受充滿歷史感嘅樓梯建築。1樓有服務中心，服務中心隔離保留住磚牆，仲有以前檔戶掛豬肉用嘅鐵鈎，大家可以去摸下。參觀完中環街市，我哋喺2樓嘅行人天橋往大館進發。我哋喺呢條天橋直行，經過左邊一個下斜坡嘅分叉路口，我哋唔好出去，而係行上自動扶手電梯。呢條就係中環至半山自動扶手電梯。留意每日上午6點至上午10點，佢都係向下行；上午10點至午夜先係向上行。搭完第1條扶手電梯，向前直行大約30步，會到第2條扶手電梯。再搭完第2條扶手電梯後，天橋會向左邊10點方向彎曲，沿天橋前行約3至40步，會到第3條行人扶手電梯。搭完呢條扶手電梯後，1點鐘方向就係大館入口前面嘅梯級啦。大館前嘅梯級比較闊，慢慢行上約30幾級樓梯後，我哋轉左，再向前行就會到達大館嘅檢閱廣場。呢度係一個寬敞嘅廣場，圍住呢個廣場嘅有警察總部大樓及刑房大樓。廣場有時會設置臨時展覽，令到廣場中間嘅部分唔可以行走。喺大館廣場向右行，經過右手邊一啲咖啡店，會到達刑房大樓嘅訪客中心。參觀14日前，只要打35592600呢個電話去大館，預約俾視障人士使用嘅觸感圖及口述影像，喺訪客中心索取。大館曾經係香港警察總部同埋中區警署，原址連同前域多利監獄、前中央裁判司署嘅建築群，係香港法定古蹟。活化之後免費對外開放。
參觀者可以依住呢個地圖指示前往唔同嘅建築物，路途上面有升降機可以乘搭。參觀者可以到大館嘅監倉，感受一下當時監倉嘅環境。不過監倉入面環境有啲狹窄，走廊中間有一條鐵梯，行入去要慢慢行，小心撞頭。大館仲有一個寬敞嘅監獄操場，嗰度放置咗一啲藝術品，仲有好多大樹同埋可移動嘅凳，行到攰可以坐下。大館唔同嘅建築物，例如營房大樓入面設有無障礙設施，有需要嘅時候可以用。參觀大館後，我哋去返入口離開。行人扶手電梯淨係得往上行，因此原路返去要沿住行人扶手電梯嘅左邊梯級下行，就可以返中環街市同埋香港站。梯級都幾多，記得留返多啲體力回城。俾啲溫馨提示大家，中環1到11點後就會有好多遊客、返工人士、學校學生。如果驚多人嘅，最好就早少少去到參觀。不過行人扶手電梯10點後先會往上行，大家要留意啦。